听听百姓的声音吧，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期望。总结有3点。第一，我先说，按照国家精准防控的要求，精准防控不是防控，前面有精准2个字作为副词呢。什么叫精准？一出现阳性患者，不管你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立即封城，叫不叫精准？我们不停的在做核酸，社会面一直都是阴性零新增，那我们这些底层的普通百姓就希望在符合条件和要求下，能够拜托那些专家们对我们这些没有出现感染病毒的区域进行一个研判，把这样的区域能够放开风控，给这些底层的普通百姓一个喘一口气的机会。第二就是保障，你们搞那个政府消费券到底救助了谁？真是好心，目的也很明确，但是最终落实到了哪里呢？所以在救助保障这方面，希望你们能再用一点心，真正能够为社会底层的百姓生活托底，保住民生的底线。第三就是期望，我们期望各部门的相关领导能够切实履行好你的职责。你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没白没黑的干，确实很辛苦，我们也很理解，也愿意积极的去配合。但是你们这个干在干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在干？有没有目标？有没有方案？有没有效率？为什么总是被频繁的曝光、作秀和摆拍？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你们对老百姓还有公信力吗？要提高公信力，就不要光说话，要去切实走好最后1公里路，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最后1公里路走好。第一，不要再搞形式主义，要有实干的精神。第二，不要官僚主义，要注重民生工程，切实保证民生和民心。第三，不要搞享乐主义，你们穿个马甲带个袖标，天天进进出出到处跑都无所谓，我们就是出来2分钟拿个东西，这不行那不行。单从这一点看的话，你们就是在享乐，我们就是在受罪。所以希望领导们对于工作队伍的建设要把关，别让个别人影响了整体队伍的形象。另外，对工作标准要有要求，切实以百姓的利益为中心，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真正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1公里。疫情当下，